摄影教学。像我坐这边会不会挡到？不然我换个位置。对呀。啊，对吧？坐前面就不会。坐前面就不会。都跟我一样。那开始来教要不要？好，这样可以吗？可以哈。很可能。哇。那真的。还 OK 吗？这个很难的。这个好像能靠近才会上，远远的靠近的。这边来录。那跟你坐，我坐那边。他不要再动了，辛苦你了。听声音不要动了。啊，连接线了。你连接投影机啊？连接投影机。开了吧？开了吧？哦，线它这个叫特装啊，它在。酷啊！可以。可以的，可以的，可以。
你看我这看得到啊？对呀。那个荧幕好像怎么投了这么低呢？哦，他那一台是他那个投影机怎么投那么低呀？因为他们配合小朋友啊，配合小朋友看的，对呀，配合小朋友看的。今天作为报告，上个礼拜有人报片，然后有人跑过来嘛？没有啊，通知哦。班长比较辛苦哦，本来把这个给班长过来，把他忘带。刚刚我有拿一些讲义嘛，让班长帮我们记录，下礼拜就报各位。最好的情况就是它这种小的下面投到下面，它应该叫保证。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了，但我们出来的那个老板。我们今天来讲这里的采光，这里的采光。对，那明天外拍，跟各位报告一下，明天外拍我们原则上在下午的差不多3点钟吧，3点钟大概有时间，按照看大家的方便啊，我是可以，我是认为3点钟可以拍到5点，就是从白天拍到黄昏，甚至很多人没有脚架啊。都会涨价，涨价就会说话。我上次我这次用哪个系列？我身上有一次推荐，几个人没有涨价？你们有没有？你们有吗？有了吗？啊，3个有，小价有。还写过新年的，新年式的。对。我来先就好啊，今天我先借给你。那总部的可以提吗？对。先借给他。那我们要拍什么？我拍也有从3点钟拍到5点钟，到5点钟就可以拍摄婚的，就是拍晚上的那个感觉。老师那个舞也就要拍了，然后你哪天差评分拍？咱镜头下去也有拍到那个高高的山。然后我们护理。如果其实下课
荷叶到底有问题才有漂亮？老师打宝宝对今天不用酒也可以去。有问题就有漂亮，然后就直接。沈先生那边的不是哦，我那个是呀，人家跟我说，这边刚搬进去啊。刚刚这个哦，这个采光了啊，这个奖励已经给在我这边，今天分给大家哦，给大家，我们现在大概给大家讲一下。这是我自己打字的，他这版头啊，这个版头啊，所以有一些是用旧的奖励哦，把它记录下来。这边是这边是怎么自己打的？辛苦。所以现在你们那个明年可能有的管理，有的费用，有的是已经打的哦，人家帮我打的，也是十几年前我做这个奖励啊，那现在那个时候是机械式的降子轴啊，现在已经不符合那个潮流了哦，也是做这个。所以我里面把这个摘要印出来给大家，没有用到的我们就把它省略掉。好，所以我把里面的视觉记里面，另外这张是重新打字的。我资料应该是重新打一次啊，再重新再整理一下。把重要的一定给大家的。就是通常我们的摄影是通常我们采光嘛，就说我们上几次就有跟各位讲过，摄影其实是照片是平面的，它是靠的是光线来产生它的阴影或者影，要的那个影子，就是要有那个阴影有影子，才会产生立体感。比如说我们明天去拍的话没有影子，但是没关系，我是尝试，大家尝试测试你的镜头，测试你的构图第一个构图要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构图先第一个要先去构图，明天光线我们就不管它。但是等到5点钟以后，天暗的时候，我们就拍的就没有光线了，就是太阳光要下山的那一刹那，就是我们要表现那一个黄昏的那一个紫色。其实这个是比较深入的啦，这个是不是2、3个月就写就有教程课？这是我们在我们摄影协会那边有叫做进阶班才会真正能写的，就是拍成功的照片，就是说，即使看着你是黄昏的照片，一太阳快下山了，甚至我们拍到太阳下山。我上次这个我给各位看的有没有？那2张同学的照片，这个是从天还没暗就拍到天暗。我们下个礼拜3也要去，有兴趣的人可以去那个地方。有兴趣去，我给各位看那个照片5片组的啦就是我下个礼拜3就是带我们基隆长青学院的同学要去那个地方，所以我们这边也一样，社团同学如果有兴趣的想要去拍拍看的话，可以我们是3点半出发从基隆出发，到那个地方都是4点钟左右。那地方是要往像天海公路天海公路有一个就是这个地方，那个算水洞，阴阳海那边不知道大家知道，就是要拍这个地方，下个礼拜3，下个礼拜3我要带长青别的那些老人家去拍这个场景，因为他们上个礼拜有去拍，但是大家都没有拍成，只有我拍成，反正关键个睡眠，我一边教他们拍，结果他们拍成了黑黑的，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再去现场实作就是在他们家，到他们家去拍一次。
啊，所以有时间的礼拜三大家都在上班，我们比较多时间。啊，礼拜三的话，礼拜三下午，好天气的话就会过去。如果下雨的话就没有，就是在好天气，好天气也在你哦，我这样讲话一点。在那个不是在上雅照相馆，信义路上雅照相馆。以前华侨银行，当然不是那条路哦，不是那条路，它那边在公路，在接近，不可能，不可以的方向再去，那个这个地方比较远，就是经过，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上次是在那边集合嘛，对不对？在这个地方集合嘛，我在这个地方集合，所以你要开车这个角度，你就必须要再往前，一定要再往前开，那边旁边有条小路，比较修路，小路上山，上山必定的黄毛包。黄毛包过去的无黄毛包啊，那你刚才无黄毛，那边是住家，人在住的。现在要上山那个路那边。在上山路那边有一些古墓，然后再上去就是人家住家了。一路过来，那个看很好，就在这个地方哈。3点半从1楼出发，对，在信义路的一个上雅照相馆，就在华侨银行旁边，在华侨银行旁边，就在那个地方哈，就会在那边集合哈。你不要，你来上雅照带，我就骗人家。我是想，我那财务人我也是。还财务人哦。没关系，我们在这边讲采光。采光光线有，就是刚刚讲的，光线是要产生立体感。光线有好多种，不管什么光，太阳光也是光，日光灯也是光，蜡烛光也是光。只要有一点点的光线，就能够拍出来照片。只要你这边点了一根蜡烛在这边，全部的灯通通关掉，你后面的东西还是可以拍的。是不用打闪光的，是利用三脚架，用长时间的曝光，那个就是光，就是照相就是靠光线让这个我们的 CCD 我们以前是设个软片，让它感光，那只要一点点的光线就可以了，它就能够经过长时间的曝光，它能够把影像很清晰的记录下来。这个就是光的种类好多种，就是只要是我们的钨丝灯的光啦，钨丝灯就是我们以前用那个灯泡，灯泡拍出来的光线它比较暖色调，它比较黄黄的，这是暖色调，是暖色调。日光灯呢比较冷色调，拍出来它变绿色的，会变绿色。水银灯呢，水银灯拍起来也是绿色的。如果水银灯那是金黄色的话，它就是那种的不是灯，拍出来也是黄黄的。像我们在这个拍电影的时候，都是有黄黄的灯，黄黄的灯，还有白色的灯，都有，这个是光的种类啊。然后这个我们讲的是光线，光线有它的，还有叫做直射光，还有斜光，逆光，反射光，都有。一般在拍照片是顺光，还有什么顺光？顺光是最好拍的，顺光是最好拍的，就是拍顺光是没有什么困难的，就是说顺光有一个现象是说，像现在我们这个投影机投过来的话，我人站在这边，这个就叫顺光，光线从这边过来，你从那边拍过来，但是顺光的时候，有的人眼睛睁不开，如果光线很强的话，眼睛就睁不开。这个是顺光，顺光拍起来是怎么样？比较没有立体感，比较平面。拍风景照的话，顺光就会很好拍。拍风景照片，顺光就很好拍。我们通常在摄影的话，有几个困难度比较高的是什么？叫做逆光。它光线从这边来，
照相机从这边拍过去，逆光。逆光在拍摄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因为现在的智慧相机，傻瓜相机的单眼相机可以，单眼相机可以克服傻瓜相机就没有办法克服。单眼相机可以用光纤来克服它，缩小光纤，缩小光纤来就不怕逆光，缩小光纤然后速度加快，小光纤速度加快。但是傻瓜相机没有傻瓜相机一碰到强烈的光线的话，它就完蛋了，就整片一片糊掉，就糊掉所以我们傻瓜相机尽量镜头不要对着光线去拍，不要对着镜头对着光线去拍。通常我们在拍的时候会拍说，比如讲到拍日出，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慢慢的上升的时候，那个光线是不是很强？你们有没有拍过日出？有拍出来只有什么？只有一个亮亮的那边，其他都会黑黑的，对不对？只有拍一个亮亮的那边，那其他都是黑黑的。那个不算是拍日出了，那个已经失败了。所以说你在拍的时候，拍的只有看到那一个太阳，其他的通通没有。我们正常在拍的时候是太阳要出来，太阳也要拍。旁边的场景也要让它进入，这样才是拍日出。我这边举一个例子来让大家看所以拍逆光其实真的是比较技巧的，要什么技巧？上一回大家看过，但是没有人会讲过的那个逆光。这张，这张就是逆光，太阳从那边过来，我从这边给它拍过去，就在我们那个，这个在归我那边常那样，常那样就是说，其实从这边就开始拍了，从这边我是一边在教别人就没拍了，就等到上来再拍了，所以像这个的话就会比较困难，比较困难。如果你们来拍的话，可能是只有亮亮的，这边可能都灭掉了。拍逆光的照片，拍日出的照片。所以我们在拍的时候，这个要怎么克服？用那个点光镜，用点光镜来克服。我这个是过去是传统底片，传统底片我们是用黑色的卡，黑色的透视板在前面打。比如说这一张照片是。日出的时候这个照片比如说这一个地方要15秒钟，15秒钟，这个地方要多少？这个这么亮的话，可能125人就够了。过去我们有长时间有那个重复曝光的功能可以用到，现在不行原来你们买这个可以。所以说我们在拍的时候，我们过去是用什么？用黑色的卡纸把这一个太阳先把它遮起来，黑色的卡纸把太阳先遮起来，先拍到这个地方，先让它感光，比如说这是20秒钟好了，可能这么亮也不用到20秒，15秒左右。比如说15秒左右你就算到15秒的时候你这个卡片打开。给它马上关掉，就是说这个地方挺好的，这个也好，这一下子就好了，不能让头会过度的。但是在这个加车的时候要有技巧，镜头在前面，兄弟就相机在前面然后黑色的卡纸，
我们从观景器里面看进去，从黑色的卡纸把它遮起来，就遮到天空的部分，遮到太阳的部分。遮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给它遮着，不能动。这样子遮的话，你要动，你拍起来上面刚好一条黑线在那边。所以这个时候会震动，我们会动，这个地方会动，这个在动。比如说我们15秒动了15下，1秒钟、2秒钟动了15下以后，然后拿开快门马上关掉。这个就是黑色的卡纸，这个单眼的现在也用得到，用得到，傻瓜是没有办法。单眼箱就会用这样子，把太阳遮起来。你从这个后面的观景器看太阳在哪个位置，大概就把那个地方遮起来，用这样遮，用这样遮，遮到时间到，下面的出发时间到了，你再把卡纸拿掉，快门马上关起来。要用那个快门线，这个有一个，这快门线要另外的，快门线另外要用快门线按着，然后进打，时间到了马上关掉。这就是拍夜、拍日出、拍逆光的照片，但是后来就是进步，现在有一种叫做我们有同学要买了啊，我教各位条件大家去买的，就是说半边的减光镜，一半是黑色的，一半是透明的，渐层镜，就是渐层镜，它是透明的，慢慢的黑到上面再显黑，它会降低，它会把上面的光线跟下面的光线拉近两级就对了，它会把上面的降下来。所以你可以用那一个镜片，用黑色的部分把它遮，你可以从这边看，遮到那个亮的部分。这样那个是比较简单的方法，就用那一个减光镜就比较简单的方法。简单那一个就是从这个太阳镜给它遮起来，对不对？整个都遮起来，因为毕竟这个部分呢比较亮，跟镜遮起来，遮起来以后。你要在侧光要侧光以遮起来的侧光为主，遮起来侧光为主，遮起来的在侧光的是，但透光是多少？我们直接拍下去，按快门按下去就好。通常我们在拍这个东西都会用什么？用达到 M 的，现在讲单眼要用 M 的先设定了光线，像这么亮的话，可以设定到22没有关系，22的光线。你的别光线，你先把光线设定好，然后用减光镜把它遮起来，遮到太阳的部分，用黑色的遮起来，亮的白色的透明的部分就遮在那边，就靠在这个镜头的前面，这样就一次完成，一次就能够拍完，一次就能够成功了。闪光相机也是一样，闪光相机是光线快门都不用调。因为没有光线，没有快门可以调的，它是比较高阶的就可以调。如果是你买那个闪光相机没有可以调的话，你就自己去这样减光镜遮的，还是用黑色的部分把亮的部分遮起来。遮起来以后呢，怎么办？遮起来以后还是一样，就是按快门，但是快门你要用什么？用自拍器，2秒钟的自拍器。按着以后，你先焦距先对一下，先按快门先轻轻的按着，然后放掉里面设定自拍器。我还是先设定自拍器也可以，再先按一下快门，按着以后轻轻按一下，让它焦距抓一下，然后再按下去，按下去它就会2秒钟，你按下去手要放掉，按下去手要放掉，2秒钟以后它自己就会帮你开，1、2。它快门就打开时间到它就关机，就缩紧。这个是闪光相机闪光相机就是说你没有光线快门的时候，就是要用这个。里面有一个叫做 ISO， 闪光相机的 ISO 你不要调到自动的，ISO 把它调到100度就好。如果有比100度的更低的话，你可以调到更低的 ISO。我们一般的单眼的话。调到100度的 ISO 就好了，用100度的来拍。
100度的就是说100度的时候能够让时间拉长。其实有的一些照片时间让它拉长哦，拉长的感觉就不一样。这个时间不够长，哦，时间不够长。时间不够长的话，这个哦，那个水的那个纹路就感觉没有那么漂亮。就时间没有不够长的话，这个水就没有那个纹路，就没有感觉，没有那么漂亮。时间如果够长的话，就水就会有雾的感觉。因为我来看一张，我来看一张。这张是黄昏，这个也是逆光，这是黄昏。黄昏逆光的时候，这个石头是黑色的，已经没有光线了。已经没有光线。这个是以前都是用爬子遮的，用爬子，反差度非常大。这上面跟下面最少差4级的光线，4级的快门，也就是说4级的快门。4级光线还是4级快门的鬼，就是反正差了4级。它的曝光差了4级，它上面是很亮的，很亮的，这银彩很漂亮。那天刚好我们去拜的时候，这个也是说在本楼里拍的。银彩非常漂亮，然后只要我们拍的话，不是只有拍银彩，不是只有拍银彩，我们必须要有个前景，前景是什么？前景就是颠一些石头，颠石头当前景。这是拍黄昏日落的照片。刚刚那是日出，这是日落。你前景的话，你要让它怎么样？让它那些石头也能够看得到纹路。不是刚刚讲的，不是说你只有拍到这些很漂亮的红色的，然后下面是黑黑的，乌漆嘛黑的，那就没有成功，表示没有拍摄成功。我们上了这堂课以后，天气上了以后，我们去拍就一定要说，拍不管是拍日出、拍黄昏，就一定要把暗的部分一定要把它表现出来，不可以拍出来只有亮亮的地方让它显现，然后那种的黑黑的，那个就不算照片，不算照片，那个是像你们去拍，不管是拍日出、拍黄昏。我看得很漂亮，看得很漂亮，就快给它拍，那是不对的，你慢慢来。那是那瞬间，那是没有错，但是你是不用急的，就是你要步骤一定要做到，器材一定要做到，你一定要3脚架，然后遮着，3脚架架着，然后像拍这个都要时间的，就是说你要真的要呛死，就是说你要机会，快门的机会要掌握得好。这种叫做逆光的照片，这种叫逆光的照片。再来我们讲顺光，顺光就是我们一般就是刚刚讲的光线从我们的拍摄的从我们的后面投射过来，投射过来。这是早上的顺光早上的顺光，顺光那是太阳已经差不多是刚上升在太阳在我们的后面，在我们的后面，刚上升的话，只有照射到这个山顶，就看到这个山顶是亮的，这个还是要用顶光面去遮，要顶光面去遮，不然是用黑色的卡纸遮。然后下面尽量让它的层次也要出来，让我们的前景也要出来。你如果是以测光，你如果要完全自动的话，你就是拍出来就是这个地方亮亮的，下面就是黑黑的，就失败了，所以我们在拍的时候，必须要把上面的光线跟下面的光线拉得很近，就是反差拉得很近。我们利用顶光线让它拉得很近，要出这叫顺光，顺光就比较好拍，比较好拍。像这个你的那个测光的位置应该放在哪里？测光其实我测光是测在这个前面的对光，
这在前面的机制啊。然后我们是两个都有测，我们在看说这边先测一下，这边测一下，然后这个差多少，然后再去测了。就是说，这个测光的话，一定要用天幕的去测光。交际也要找到天幕的，用手动对焦，不然你会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这个交际，当镜头里面有一个 M 的，里面找到 M 那个地方。我们明天外观的时候呢，再来教。这是15光哦。再来一种叫做45度光，45度光，这个要45度光。就是太阳在，比如说这个太阳是从我们照相机的后面斜后面的这个斜光，拍过来，这斜束光拍过来。这种光线拍出来的照片，后面照片会特别的漂亮，就是说它的天空蓝色的会特别的蓝，但是这个蓝色的话必须要加上一个镜片，叫做偏光镜。偏光镜一片好像太阳镜一样，它是可以旋转的。我下回再过来看，这是偏光镜。偏光镜它可以消除天空上的一些杂光。说消除一些杂光，所以天空会怎么样？变得更蓝，色彩会变得更鲜艳、更漂亮。这是偏光镜，叫 PSO 偏光镜。这个通常摄影的人只有买两个镜片，一个就是景光镜，一个就是偏光镜，只有买这2件。其他的什么明日型的那个镜片，什么镜片，柔焦镜片那个多没有人会去买。那个只是在一些通常都会推销给一些比较外行的对吧？他们拍出来的照片怎么那个灯怎么会有那个明日型的、时日型的，怎么会有那个光芒？其实那个用光线来控制就有光芒，用光线控制就好，不要故意特意的去买那个镜片，不要拿来买那个镜片装上去拍出来的，看着就知道怪怪的，就一看就知道不是真的技巧说用什么用那个光线来控制。像顺光的话，你看这样斜的45度光，斜光这就是斜光。斜光的话就会，拍风景的话就会更漂亮。像那里颜色会很漂亮，那个天空是蓝的就是蓝的，白的就是白的。这个绿色的就很绿，金针花你看变黄色的、金黄色的，这个叫做斜光，45度的斜光，是从后面过来的斜光，不是从前面来。前面来的叫做斜逆光，斜的逆光，然后这个叫做室内的逆光，就是好像在窗户旁边的逆光。这个是在寺庙里面，人家在拜拜，这是其实当时是这个小姐是在拜了以后，我感觉她的拜的那个逆光的光线很漂亮。就是说这个地方，这个逆光这个电脑上看得很漂亮这个不用开始有检查这个要长期所拍的就是逆光，你看就是会透光，它的脸部这个地方会透光，边缘光。这样透过来的话，整个感觉就我们要看这个测光在哪里，测这个人物，测光是这个人物，就是利用后面，其实我们窗户旁边的光线是很强，就是说它的反差很大。所以我们利用这个窗户旁边的光，这个是在寺庙里面这其实上这个上面是屋顶上面是屋顶，那光线只有到它它有一点斜光进来，光线进来就是光嘛，我们就用这个光线来拍摄。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这样？这个脚架，用脚架。
我们只要在室内，我们是说用脚架。你不用脚架也可以，用脚架就是挨着在跑的很高，就是调400度还是800度。但是400度还是800度的话，它就会颗粒就会很粗了。我们都讲的是颗粒要细一点，我们要放大燃冷的时候都是讲说颗粒要感觉再细一点的颗粒啊。然后再来看这个哦，开荷花哦，那金山这边荷花在这里哦，荷花我们要开什么？开日出那一个逆光。在荷花池里面是逆光，逆光你在拍摄的时候，逆光的时候，你看你后面的背景都黑掉，它是光线这样照射过来，所以后面都没有照射到光线，只有这些花有照射到光线，它逆光拍过来，但是你镜头要特别要注意的，要看到逆光的时候要就光线不要直接投射到你的镜头里面，像这样的。就是会很明显的，后面都展现出来，就是你在拍摄逆光，荷花我们通常都会找一大条的那个光线比较柔和，一大条的光线比较柔和，把那个光线就是逆光来拍摄，逆光来拍摄，它就会感觉就会城市也特别的丰富，就是感觉那个后面背景的话就会怎么样，就会。模糊掉黑黑的，因为为什么黑黑的？黑黑的表示它没有照到光线，它没有照到光线。如果它有照到光线的话，你拍出来的话，就会把感觉会变成怎么样？变得很乱，一团乱。那个整个叶子都会变很乱。所以你用逆光的时候，它就会怎么样？产生这个效果不一样，黑色的，就黑色，因为它。照射过来，但毕竟照射过来的时候，后面有一些就是照不到的光线，有一些被树遮到，还是说被什么遮到的，就是看过去的话就是会黑色的。我们会找黑色的，没有照射到的，照射到光线的地方做一个背景。如果可能会哦，在拍荷花拍到有点刮风的那一种哦，它会打黑布去。带了一个黑布机，然后用那个2根那个吊杆拿过去，把那黑布包在后面。那就什么？那为了要让那背景干净，背景看得简单。你们看到有些荷花，看的背景是黑黑的，有种是黑黑的，全部黑掉，黑到让你看不到那个一些很杂乱的东西，那么就是用背景机啦，黑色的挂着吊杆，然后放下。吊杆，拍摄荷花通常我们会准备吊杆，吊杆干嘛？吊杆前面用一个铁丝把它折了一个钩，绑在那个吊杆上面，然后接到那边拉。荷花旁边比较乱的，有时候会2、3根，是拉一根，这把它拉开，这把它拉开，拉开完了再把它放回去，不然它们会叠在一起，就会怎么样？会。看得很复杂杂乱，所以拍荷花你要跟它吊杆，你要让它吊，他们在拉花，把花拉开，把旁边不要的叶子把它拉开，用钩子把它拉开一点，放在地上之后把它夹一夹，拉开，拍完了再把它放回去。这个也是斜光，就是束光，光线从我的后面45度的角度照射过来，照射过来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找什么？去找角度，找角度，因为这个通常这个蓝天的话就会有白云，那白云找这个云彩，找角度，那这个神像上面有灰尘的时候，你去找一个，看看哪一个地方云彩比较漂亮。刚好我看到的是
这个云彩刚好在他的手上，在他手上，OK 就把它拍起来。所以这个你要写你的眼力啊，要靠你的眼力，去拍照是要靠你的眼力，靠你的思考。你找到就哇，这个地方很不错。那边图形正好在那手上，你只要换一个角度的话，那个影就变在旁边去了。那你找到直接把那个明显的刚好在那个手那个地方，好 ，OK， 就把它拍下来。啊，这个还是有加偏光点跟偏光位这个蓝色。好，这个。如果没有平方镜，用那个喝效果的话，它处理可以，但是会比较不自然，会比较自然，可以。喝的效果会处理的，但是颜色会比较没有那么复杂。即使这个蓝色的话，是这张是最复杂的。今天是什么之类的？它这一张是有经过处理的，就是有喝的效果，把它改了颜色，所以颜色就蓝色的部分有点跑掉，好，蓝色的部分有点跑掉。还有这一张，这张也没有跟各位上次有跟各位讲哦，这是在两组里面，其实这个也是这张是顺光的，已经顺光了，这叫顺光的照片。就是只要逆光的话，跟各位讲过，逆光的时候，你再加上什么偏光线、什么线都没有用，偏光就是不会来，就是它光线从那边照射过来的，它的背景一定是会白色，会破。不会蓝色的，你要看到蓝色的话，就是往，比如说太阳在这边，太阳在这边，你就往这个后面看的话，天空就会蓝色。你如果镜头向着太阳的方向去拍摄的话，天空是不会有蓝色的。所以我们是怎么样？要斜逆、斜光、斜视光最漂亮。还有顺光点最好看，就是说才会有这个蓝色的这个天光。它本来是蓝色的，我们加了偏光镜，它会怎么样？变成更蓝，会变成更蓝，更漂亮，好像风土明镜片一样，我会更蓝。还有这个就没有光的啦，这个是什么？扩散光。这是阴天，没有太阳。阴天没有太阳，这个是在仁丰宫那个三马当步道，三马当步道，这个是没有光线的。你看这边天气都有点雾的，下雨天刚过，这个地方其实是黑色的，其实是没有光线知道的。但这个是景仰，这个石头就在我的头上，在我头上。我用光的镜头来拍的，是说感觉是说绿色的配红色的角，感觉很漂亮，所以嘛，我就这个光是哪里来的？这光用闪光是打的，因为它这个很近才打得到。它其实这个照片用手机碰就碰不到，用手机碰就碰不到，比较高的人碰不到，就光感觉啊。摸到这个地方就比较低的地方就摸到，这个地方就是不是在上面，所以闪光灯你就往前面往上扬，闪光灯往上扬。闪光灯往上扬的话，另外一个条件是闪光灯必须有一个叫做扩散片，它会让它的那个光线扩散掉，打上去的话不会集中。如果打上去集中的话，它只是亮亮的，旁边的黑黑的，就不会进去。它有那个扩散的效果，它有可以拍28mm光的镜头那一种，那个我照是这个角度，所以拍上去的话，就是利用闪光灯的光，把这个石头的纹路把它拍下来。我这个光纤其实也是弄得很小，也是用到20毫，也是用三脚架，闪光灯就装上去，然后往上扬就拍了，就拍你就会产生这样，
你如果没有把闪光灯补光的话，就是这个地方就会很亮，这个地方就会跟我们拍日不一样，这个地方被黑色的，这个地方被黑色的，这个叫破绽光。破绽光就是什么？阴影间没有看到太阳，但是有光线，那个叫破绽光，那个光泽有淡淡的，那个其实那个有时候拍风景照片的话是有点气氛还不错的，就是拍风景照片的气氛不错的。啊，有时候是拍人像的，拍人像是比较好，就是人像比较光线比较柔和，就是利用这个破绽光。那你如果拍风景的话，你会可能会有一些，如果有一些雾感的话，很漂亮。这个气是好，气是刚好下雨，但是有点停下来，还就是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如果有太阳的话，可能会更漂亮。它的就是说它的层次会更漂亮。其实这个也属于这黄昏要，就是阴天，阴天没有出太阳的天气，但是要暗的，天要慢慢的要暗下来。那天要慢慢暗下来的时候，拍的照片，你看这个速度用的慢，非常的慢，速度用的非常慢，用三脚架拍的啊，这个速度在震动，在震动，一个是灯塔没有震动。这灯塔没有震动，这是灯塔是白色的，所以灯塔是白色，它跟什么？它跟天空的亮度它可以产生什么？产生光线的平均，光线的平均。但是这个树呢，树就没有办法，树就比较暗，树就比较暗。所以在拍摄的时候是黄昏天要暗的那一个时候，但是还没完全暗，还没完全暗。但是它的灯塔是白色，天空刚好是亮的，所以两个刚好会平均下来。但是这一些树的光，树的这个没有晒到，照到太阳的时候呢，就会呈现什么？呈现这个黑色。其实在我这个 notebook 上面是看得到的，就是这个我也用那个显光镜，就是把它们的亮度把它剪下来，所以其实细看这个还是有形式的，还是有质感的，还是有质感，这个不然就是吧。我们刚开始在学摄影的时候，是说要全部去拍逆光了，全部去挑战逆光，逆光是比较不好拍的，比较不好拍的。然后这个什么？这个是拍黄昏的照片，但是你看到的，我看到这个颜色的这个光线是什么？是人造光。这个光是什么光？这个光是很难的好几把的手电筒放在旁边，把它投射上去，制造这个效果，好像太阳光照射到。所以光线有很多种，有人造光，有自然光。所以闪光灯的，所以手电筒的，所以钨丝灯的、日光灯的，这都是人造光，人造光，像这个的话，就是这个的话是没有看到大家可以看，从
这个地方看哦，这个是阴天哦，阴天。如果是有一点点的光线的话，它就会有，你看它这个影子都是对，这个光线最强的都会有影子。啊，这个就是也是下午的光线，这基隆是基隆的天上。哦，这我们去，我们会安排到那个也有那个历史公园那边，我们就会拍那个地方的拍摄的话，就有点类似这个有类似这种拍摄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必须要什么？必须要讲究后。第一个我们要什么？要先找一个前面的一个东西，当做做这些，然后后面再把它拍摄这个，我们这个是在表现什么？表现这些地质，这些石头的一些景观。这个跟野柳差不多，跟野柳差不多，就是有这个，然后这个刚好有海浪，那这个海边它有海浪有冲过来，还是说有下雨天下过雨的，会有一些水在上面，水上面它就有个影子这个反射这里有个影子的有影子，就是影子就是有点访问也是的，是访问拍的就是说我们如果到公园拍的话，我们就可以类似的要这样的拍摄的话，你要找有东西可以当你后面东西要可以，然后这个地方你说有人的话，比较人等比较杂乱，所以这样一个两个是没有问题。如果是直接开风景的话，就不要说尽量有人的地方把它斩掉，稍微有一两个人没有关系，不要在一大堆人在那边。这个是太阳光照射在那个水的上面的反射，然后我们就这个是海外上拍的就是利用那个光线的变化拍的这些石头跟那个水，那反正这个是一个也是有一个后面就是弯也没有我们表现说这个是水，大家看得到，水上面还有辅助的一点。这个早上日出的地方。早上是光在海边，这太阳还没出来就开始拍，让它长时间的曝光。长时间的曝光，太阳还没出来的那个时候，就是快要出来还没出来。太阳出来的话，变成什么？反射掉。太阳还没出来是冷射掉，那几个颜色。是天空只有一点点的微光，但是太阳还没出来。太阳还没出来，所以只有天空的一点点微光，然后投射到这个海边的那个一些沙滩这个有石头，这个海浪冲过来，这速度放的越慢越好，就是说你的光纤缩的越小越好。光纤缩的很小，然后速度变得很慢，那就会产生怎么样？产生这个海浪进来的话，就变成雾状，它冲过来，再流出去的时候，你就把它再下开。这是海浪已经冲上来了，然后要回流的时候，你就把它下开，你就可以把它拍下来。就是说，你收光纤收的越小越好，一定要收到22的还是16的，让它能够很清楚的石头能很清楚的把那个体现在我们照片上面。这个是那个我是说，那时候我们眼睛看到是这个颜色吗？不是这个颜色，眼睛看到是这个样子。它是照片拍出来是这个颜色，我们故意就是表现成色调的。
颜色调其实这个颜色哦，传统里面是比较好表现。这个数位相机也是可以的，但是有时候比较不好表现。比如说在控制方面的时候，传统盲片我们会用到50度的50度的易感度的软片。为什么要用50度的？就是要让它的时间拖长。时间拖得越长，它的软片的环境哦，它的颜色就越快，不一样，就不一样。你这个用50度的，你用400度的来拍，可能跟你眼睛看的差不多，颜色就差不多。我的多一点50度的软片，你的速度可能就要降好几倍。你要快的光纤哦，地区光纤先设定好，小光纤，快等一下就会变得很慢，可能15秒。还是20秒，它就会让它进来在出去的那一刹那，让它产生这种动感，让它这个动感。这个我们上次到也有，这个也是没有光线的，另外的也有很大。我们在拍的时候我们是利用旁边的这个利用旁边这个当前，因为那边也是码头通常都是3万的，没有这个3万，我尽量的去闪掉。就是说，我们利用这个当中把这个传统拍进去，占了整个画面的大部分，然后后面还有一些灯塔的，这只是拍给同学，但是我们那边这个第一次我们同学是艺术外拍，也是不知道多少人多少人。那我们在拍摄的构图的方面，大家要注意构图的方面。这个给大家看过。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那个中原在后面写真的花水莲花灯、花水花灯。像这种照片的话，就是说你在拍的时候，你就拍跟别人不一样，要拍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是说像我拍的这一次，我们这一次的中原地有摄影比赛，然后我就担任这次没有人拍这样子。跟大家跟我拍的就不一样。就是说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你要去动脑筋，刚好这是用长镜头的哈，要长镜头，你们刚刚那个小镜头，其实用短的镜头只是拍没办法拍到这个莲花灯，这个莲花灯是一样。刚好它莲花灯是放了一大堆，它水在水上在飘动，这个速度不能太慢，就是这个 ISO 调到1200，用1200的 ISO 去拍摄。然后看到水面的一些高白霓虹灯的反射，刚好是有2条线，
那个波浪的东西的反射在那边就是看着镜头里面对着水面去找东西然后刚好有3朵的这个水跟走到那个地方来，就把它拍给大家。这个也是这个属于自然的，这是现场的光线，是人造光它这只是用什么？用路边的路灯，还有什么？还有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招牌的灯光的一些道理，招牌的旁边招牌的一些在水面上在水在流动的那就会产生一些波纹，就产生这个波纹。所以它这个这点好像很冒烟一样，刚好这2组在冒烟。说它这个好像一只手打，一只手打，2只手，这还有一只。很像，你要看怎么去想象，好像是人的手在那边。还有另外一张是一样，这个是比较单色调，这颜色很漂亮，就是那个地方有招牌，那个外面那个旅馆的招牌，那蓝色的，不是在。那个什么，在水面上就产生什么效果？就是水在流动就那一波纹在动来动去，就会拍成这样。其实它放水帘灯很多就怎么样会很乱，会很乱。不会拍的人，要贪心的人就是把整个拍起来，整个拍起来的话，画面就感觉就很乱。我们就专门在挑这里3朵。这样，顶多是这样的来，在很这种平胶水来放水的，这个就很简单，就是说它的因为是晚上这个都是黑色的，没有说受到光线只是黑色的，只有这个蓝色的部分，那个霓虹灯的反射在水面，霓虹灯水面在反射在水面，然后这三个水帘灯这颜色。暖色调，其实这个颜色叫做冷色调，这是暖色调。把2个颜色配上去其实还不难看，有时候感觉上还不错，我感觉上也不错。这个就是拍照。要说跟大家拍的一样，在很乱，大家都知道那边都不知道怎么拍。拍了以后说拍到自己的借我看一下，他看说那个怎么拍怎么跟我不一样。像这个白云雨要设在哪？自动就好了。多少？这个是在，这是在野，这是万里，这是野。这个也是在万里那个那个有一个叫泉州市，不知道有没有知道？书里面有个泉州市，有个泉州市，那个泉州市那个在最风光的时候几乎每天有人早上都翻跟走的，夏天的时候。
每天早上所有人去那边走的是站位，那个地方能够站的差不多4个到5个人的好位置，其他的就，所以很早一大早就有人去那边站位。前头我这不是前头是在前头是上来说半路上的前头是不开的，这个是上来是太阳刚好是南天发太阳说利用南天发然后利用半速度的外南，让这个水会动它，然后后面的话就是这个应该是万里的，这个应该万里，然后这个是。前体相机就是这边的是前体相机，拍出来就是长筒的一张拍出来就是这张。这种叫做顺光这个是顺光就是说只要是看到拍摄的你要颜色拍得很漂亮的话，就必须要顺光到结束光，就是早上的光线最漂亮。角度站对的话，你要逆光，你逆光要拍摄出蓝色的，天空要刚刚蓝色的话，那是很困难，那是不可能的事。不可能是要顺着光线去拍摄的话，它就会有蓝天白云，就会蓝色，天空就会蓝色。就是顺光，不能就是斜顺光。这边照射过来，跟这边照射过来，两边这45度角的投射过来的，就都会很漂亮，都会很漂亮。但是你光线如果从这边拍摄照射过来的话，这个天空就会变成白色的。就不会变成蓝色，就不会变成蓝色。像这个照片就没有加偏光镜，这是换成片拍的，没有加偏光镜，因为那个相机是不能加偏光镜，所以没有加偏光镜。这台相机是属于单眼的，也就是单眼是双眼的相机，它是用对焦是影像重叠式的，两个影像把它拉起来重叠起来，是两个影像重叠起来。那对焦不是我们现在那个手动对焦，慢慢的去调，把两个影像合在一起，焦度就是跟我们古代的相机都是这样，重叠式对焦，把两个影像拉过来，拉叠在一起。大家看一下，其实这个都没有什么光线这是有只能几个但是这个就是拍风景经典这个是傻瓜样拍的，这是在我们旁边的手机，他们用我让他们在拍，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拍的怎么样？拍道对，道理教条，拍道理教条，然后朝上还有一个人，就是说我们是拍的这个岛屿，然后它是没有光线没有太阳，还好，早上光线还好，柔的，没有阳光，没有太阳的光，没有光这是里面的拍那些道绿色的、艳丽悠悠的，然后这个是一棵树，一棵树在水里面，就站在树上面，把它拍下去。这个地方拍到这个我们拍的我们刚在写的时候，大家尽量要找逆光的东西来拍，逆光的东西，逆光可能失败率比较高，就是逆光的时候失败的，拍摄的失败率比较高，失败的率比较高。最少的话，你会拍失败，会黑的。这个9分来拍这个是我们金山社大，我们金山的同学在他们
那边天气很不好，就气的没有办法，就开始倒台嘛。这个是我这个人是采花的，我采花要出来的，就是那天气就跟那个说有撒花香出来的。就是说撒花香机它的光纤那个像光纤是可以调整的，然后到它的最小的光纤只有8，撒花香机的光纤1人。撒花相机的光纤最小的只有8，最大的光纤只有2.8，才是2的，那个比较贵，现在出来的也出来很久了，出了1年多了，那个徕卡是1到15，第4代的，Panasonic是LX3的，那个接触相机非常抢手，都是建议一些行家拿来当手机在使用，就是随身都带在身上的，随时可以拿出来拍的。因为它是怎么样？它光线没有调整，就是像我们一般买的，说光线不能调整。就是说有胁迫摄影的人，他基本上他会怎么样？他会买相机，他是控制不是相机在控制我们要想办法去控制它。这个是比较好控制，就是它有光线有在。看我们要怎么样的照片，我们就找怎么样的光线是能来，我们可以去比较的。但只要找准小光线的话，就会有一致性的这个光芒，像这个的话，就是你看这个地方是过度，发现这个是没有让那个镜子遮啦，没有让那个点光镜遮，这个是等到上面跟下面的光线都差不多的时候再拍的，这个其实要用点光镜的时候，是说上面的光线比下面差很多的时候要去遮。如果再晚一点的话，就是你会等到会有1张到2张是用遮镜的，是要做那个镜片的，要遮镜片，就是上面的光线跟下面的光线是差不多，就是一样的，它的曝光值是一样的。就是说上面的话，比如说上面是光8，上面的天空射出来的光线8，快门是光线8，快门速度是5秒钟，譬如说这样说了上面是8，上面那个快门速度是5秒钟，下面也一样8，也是5秒钟。这个时候你拍下去的话，就上面下面都不会怎么样，不会有就很正常，就不用用那个顶光镜去遮，用顶光镜就不用顶光镜遮。然后这个是用遮的方法，另外一种方法我是教各位，就是说你就不用遮也没有关系，用遮你没有那个点光镜也没有关系，反正你就是在那个地方是等的，就守着就是那一张，跟同样那一个镜头，就是守着镜头站在那个地方，就那个地方在拍，从开始按你就拍到按，你可以比如说你可以10分钟还是5分钟按1张，就说5分钟不要10分钟，10分钟太久了，10分钟有时候天才没按10分钟有时候天是黑色的，其实来不及的，现在2、3分钟就变得很多。所以我们在拍的时候，你可以利用我们上回给大家看的那一张就是说用重叠的，有没有？用重叠的就很漂亮，是重叠的，就是你用相机就站在那边，不要管它。就你说今天来这一趟，我就是要拍这张片子回家，就是用拍这张。里面有一张你一直拍，因为里面有一张是光纤跟快门是一样的。另外的你就可以有暗的跟亮的回去电脑上面，我们那个软体把那2张重叠。一个是其他的天空，一个是其他的地上的天空跟海的部分，一个是其他的地上的部分。2张重叠起来的话，就感觉就不一样了。2张重叠起来感觉就不一样。就是说我们用那个点光镜也是很好用。如果没有点光镜的话，就跟各位讲过的，我们就是用拍了以后，现在以前是用底片的话底片照片的话，一定要用点光镜。现在的话就不用，就是拍回来电脑在家里的数位暗码就可以就是你在家就可以把它照片。
这样子，对不对？这个是2张，一张是后面的山，后面的山是这个路上的路灯，跟这个车的车河。这个是车的后灯，这个车的前灯，看得到。后灯就是红色的，这灯后灯是红色的。大灯是白色的，大灯比较小，颜色不一样。这条是回来机头的，那个条是要到污染器的。这个路跟这个路不一样。这是一张是拍什么？一张是连这一个整个都拍，但它只有什么？只有正方以这个船的部分为准，其他的都不管它的了。反正接烧船拍得起来就好了，其他的就按那个没有关系，黑的没有关系，要接烧船清楚就好了。然后另外一张是拍这一个天空跟这个海，要拍得很清楚。拍得很清楚就是拍摄，就分成2张，2张3张都没有关系，就是回来在电脑上面可以做。那个软体的话，你会做的话就慢慢做。这个这做起来也会非常的有热情的。通常你一拍摄回来的话，你电脑波段可能要做一些，就是慢慢的修照片。就是说你拍了2张以后，再帮它修，这张把它，这张船，这张拍这张船的部分其实它也有山，它的山都是什么？是黑色的。所以我把那个山都全部擦掉，就把它擦掉，然后去掉，通通去掉，就留下这一边。然后这个旁边还要弄画，就是弄那一些有点模糊的状态，所以感觉上你就看不出来说这个是重叠的，感觉上你就不会重叠。所以在拍电影的时候，还是拍自书的时候，如果怕没有不成功，拍不成功，你就是说找了一个好角度，这个角度拍起来真的很漂亮，就找一个角度就好了，那就只有拍角度。其实拍日书、拍访问也通常都是有一场，花了1、2个小时也是只有拍一场。你不要说一直拍想说这边换一下，换来换去回来都没有办法动，就是你只要走这个角度，这个角度你拍好了，你说有船的你就拍一个，没有船的也拍一个。2张你多拍几张没关系，回来挑。这张跟这张来重叠，叠起来就会，这样拿出去，大家不敢说我这个是重叠，你就跟他说我这一起拍的就成功了。这个那天放在雅虎的新闻那个部落格上面另外一张的，另外一张那个船比较小的那一张就是有一张叫那个船比较小的那一张，就这一张。本来我修成这样，后来感觉不对，太小了。这放在雅虎用这张，用这张那一天，我们这个金钱做1天2000多个人来浏览这张照片。其实这边我后来看看就没有照亮，再回去再找另外一张。这边是那好，这张尖烧船。这张那个这张船跟这张的船是不一样的，不一样。这张是船是要，刚刚那张船是在这个位置，这张船是开到这边来的。我本来是要开到这边来再拍，结果同学在叫都没有，从这边开始拍到自己2张让的好，OK，教学生的他就反正就拍到就好了。其实这个船可以拍到在这个位置。让它反正那个水文让它到这边来，这个有禁忌，大家可以进。然后我们也可以安排去的就是说我们的主题是镜头下的也有了，但是我们主题全部来拍也有了，就是但是展览出来的时候是要给你的照片。如果成果展的话，大家最少要拍一张A6的照片。可能会在学校本来就拿很多情况，就是我们尽量能够A6还是，我带人去拍这个我们尽量
原子方面还是会拍。这个地方如果好天气的话，我们也可以安排在这边，可以安排在这个地方。这个不是拍日出哦，这个拍访问的比较轻松。我们上次有一次拍日出的，在刚刚那边就很累了。拍日出，我从4点多钟要从启动出发，然后不用睡觉，好，所以拍访问是真的比较轻松。拍访问我们是3点半出发，来到这个地方4点多钟，刚好准备一下，刚好都可以拍。如果有太阳那天好天气的话，我可以说2点钟就出发，到旁边拍什么？拍石头。现在公路旁边的石头是很漂亮的，拍石头。就刚刚那个有云彩那个地方，那个进来公路那边的石头是很漂亮。就是那个南亚那边的刚刚不一样，那个石头，那个石头就很漂亮。这个就是在自然公园那边，其实我们如果早一点的蓝天白云的话，可以拍这个石头来拍，拍这个石头的石头光线的变化也是很漂亮，石头的光线的变化也是非常漂亮。那像拍这种照片，其实都只能够拍一张的，只能够掌握到一张，就是在准备好，等到时间到，像1张2张就比较收单的。因为它那个天在变的话，就很快。它天上也是同样那个角度，但是天上的话是镜头比较广，啊，刚刚我们看那个镜头比较，把镜头拉得比较近，刚刚有本来烧黄，这个是把镜头拉得比较广，镜头就是天空比较多一点，天空比较多，但是天空比较多，但是有些景是它没有影响。然后这张失败是它的实际是这两个没有出来。那这张是什么？这张是每个打花相机，打花相机的跟那个单眼相机拍的还是会有差别。这2张可能大家比较看它在哪里。那我们讲的说，让大家打花相机也能够拍出好的照片，那是肯定是可以的。但是说如果要跟单眼相机来比的话，那就比较困难一点，比较困难一点。这张就是极度天空没有那么多，然后它有这个云彩的变化，有云彩。那我们现场看的云彩是黑的，好像乌云一样。这是我拍回来的是蓝蓝，同学拍的是黑的。就是曝光正确有关系。然后再就是说，我是拍的是落档跟接近机档拍的也有差别。你们可以用来拍落档。就是刚开始先拍 KVG 档，再来就再拍落档。落档就是说你们必须要有那个轮子，你那个轮子才打得开，就一直打开，然后一直打这样。落档的话，你这种照片你再弄不可的话，可能就是没有办法。那一个软体那个蝎子错，那个软体，那用那些笔记本电脑可能会找不到，效果可能就找不到，照片拉出来它就当掉了，只有停在那边就不会到。所以呢，在能够上你的电脑，就是可以装那个软体，上软体这边有，它一开落档，打开落档，我已经把那个落档的那个程式把它挂上去了，挂上那个蝎子座的边上，就是说它就打开我的现在的是尼控的落档，还有徕卡的落档，落档就是延时档。它没有什么，没有破坏，没有压缩，就是说我们以后你们写了一段时间，你们可以的，就是说如果有一点点基础的，我们就可以尝试落档。
大家一般我们业余在玩摄影的人，我们都会用讲究品质的，我们都做长用的。弱档就说，那弱档拍出来，一张28枚就是28枚。那你弱档打开以后，你要本人去5档，在储存的时候就本人去5档，好，本人去5档，5档以后你就是叫来叫去，它就不会压缩。你如果再转成接近7档的话，它就会压缩。你叫一次修改一次，再转进去，那就压缩一次。所以当这个色彩久了，它就会颜色就会变掉。这一期所有奖励都有了，还是还会再增加？东西刚刚给我们那套那个差不多了，差不多。重点都在里面了。那我就可以帮软体那个给他们，对，软体的书籍哦，那个可能要去买。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我那边有就借。但是我就基本而已，比较少，我会买很多有关数位的那些影像处理的一些软体，有书起来看。实际上这个然后自己也要做功课。像我可以顺便帮他们做装订，是说，我就帮他们装订起来呢，还是说用活页他们以后再加这样子？那一本是那本装订起来就可以了。再快的那个重点都在里面，光纤快门，风景摄影在自己的东西，都在里面。这张跟这张是差很多的，对。这张，这张就大很多，大很多，不管色彩都大很多。色彩质感都还是有差别，你不给他看出来。这个是单眼降低开的，然后这个是打花降低开的，就是它的整个的。你如果没有跟刚刚那张比，这张就很漂亮。但是比下去的话，那就差很多了。不管是质感，还是它的云彩的变化，基本上是它的质感真的有差。就是说它的整个这个光线哦，都会有差。那个对，这张也是过度，这个路有没有？这个路都过度，这个路都过度。然后那一张整个路都很漂亮，这张只是实体音乐，那手刀版，
上来的这种，怎么样？整个质感都差很多，不管是水面，不管是路面，不管是暗部的部分，暗的部分它这个树才能够显示出来，才能够显示出来，这个照片取出来就会显示出来。还有它天空的阴彩的变化，那一张天空是自然的，气的话就不一定会有漂亮，不一定。这个时候这种照片有时候是考了好几张哦，才能做到，这个做到考的很好的照片。所以我们摄影是要有耐心的，要有耐心。那我们下个礼拜就原则上3点钟在原场在什么地方？在教学校这边，校门口这样。什么叫明天？明天呢？就下个礼拜明天我忘了，明天啊。明天3点钟。哪边？这个要隧道我们来。我们要开一档，在我那里拍。那下面孔仓隧道。也有那个隧道。那就直接在校门口了，我们再过去好不好？你那个我预警。不能，你要早上3点来哦，拍日出。现在拍日出也不用3点，现在日出差不多5点钟到那边就可以了。现在是5点半才会亮。我们来教室做检讨。我们大家要交作业，把你的记忆卡拿过来就可以了。那老师，你想下个星期3要到那边来在哪边讲？基隆哪边？信义路的上甲照相馆。参加上应该吧？那边要请上甲照相馆。在他门口集有，我们那些学生都在里面有人进。信义路的个头发就在这个，你知无？在这个刻出来俩，刻出来俩个，我讲你起来念书啊，那是上雅中英店。有空的人哦，都欢迎你们来参加。有时间的人啊，礼拜3大家都要上班嘛，还没有上班的人就应该参加。谢谢，棒了。